谢谢。What's this？ 我希望我爸爸妈妈可以喝吗？好，敬各位，谢谢，也谢谢。好，这样我讲好多。对。好，我给大家带来一个也是失恋的歌曲。一个女孩子，她考上托福要去美国了，然后一个暗恋她的男孩从国小一直到那个女孩子要出国的时候，她终于写了2张日历写的情书要跟她告白，结果她念完了，我们在旁边看，结果最后这个女生还是没有答应他，那个女生只有流眼泪跟他讲，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讲？就这女生还是去美国，这个男生依然留在桃园第2航厦，那时候他还在做护工，有高中学历的，然后为大家带来一个女孩子在等待，一个男孩子在期待，这首歌叫《等待期待》，谢谢。